这唔是款手哦，爱款师傅啊。哇！你都可以买嘛该吹色了。爱买客家菜。你不是比的呀？应该是50的呀。 2选1，随便都可以，都这么可爱。去场外抓一个了。该包中了嘿。小鲜肉，红色，是小鲜肉。你是古老肉。香板年糕，哇，然后让你最爱嘅人亲呀，要你一口我一口。今天单身的有吗？你有今日单身？送给3千牛牛的人。係啊。 3層肉啊！你喜欢写3层牛2了？是送3层肉。係啊。坦白一张一挑啊，一挑上千。我看到那个主厨在皱眉头，我不晓得这样了，超大唔错啊！他是不是跑过安酱啊？係啊，我看到中獎啊！哎，你不用了，气死不用然阿后去死落去做愛冇群檔，愛話係用嗎？是，会是骗自己的。應該係氣死啊！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大民族。中發票。今日過來到做東亞導比嘅當神奇哦，特別都有嘅講從潘誒呢個節目嘅時間，當年都會來問呢，誒，有順豐做的潘州做的生意哦，沒問說哦，你看誰來主聽有沒有按字文？真的沒有這樣，從來沒有。而且剛才會剪掉。不會啦，不會啦。我剛剛講到轉經就要重調，我慶幸哦，每就彈工，真勁哦，就是路人哦，今日參水槽，其實韓國來講。 哎，這邊是什麼流水席嗎？又係咪發通麼？呢邊係要買剪煙係麼？有咩？做鬧熱的呢？一家之主來嚟啦！係啦，真嘅呢，你到白溪東那導邊呢，就帶來了超高人氣。因為做嘛呢？因為還托這個鄉親朋友的福，加點呢老這個加油團全部都號召來了。今天沒錯，你紅隊的加油團也非常陣容龐大。 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啲先來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盧準備盧師傅。大家好。係啊。邊個好？馬上來分享到鳳吹潛水站係來自於有個觸動嘅兩支鼓手哦，分享到最年紀老名媛記，歡迎。大家好。比賽哦。對耶，好美哦。這個時候容許我歡迎一下紅隊的啦啦隊，呼呼！尖叫聲喺度呢。哎，他們那個年齡層跨越很多哦。係哦。對呀，3代一起來了。當小團到加油團要按到，今年我要按你嗎？冇當蒜魚。好。看一下攬出嚟一片。 老朋友來了，大家還記得冇？我是新竹市嘅兩公婆吳秀賢、孫秀蓮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祝新年好。你送翻來噶係咩？有看做什麼耶？我第一次看到他以男性身份出現在熒幕上。是嘛？對不對？上擺修煉機沒有來啊？佢老家。哎呦，夠講啊！送他來啊！5年前。 5年前。牙個就啦，我知道牙窮咗啦。係啊。哎呦，5年過去，你臉上冇變呢，只有性別有變而已。沒有，更年輕而已。又講。哦，像我們講到鳳水兩個姐姐吼，都要主動有推薦嘛，個好高好食好料的嘛。中央西昌有個香腸啊，溫體豬、黑豬，還用高粱酒釀。高粱啊？有高粱。 所以嘅吼非常嚇人嘅香腸，嚟到竹檔嘅人咧磨舌吼，將佢磨來療養。對，一天都食。咁要賣到會像名媛雞身嘛？有啊，從到醬嘅啊，我食到按醬。食到按醬。加油團按到係咩？就係用個煙囪夾過來嘅。佢介紹拿到煙囪邊啲。煙囪呢？年輕的係用個煙囪下。按下個眼影現在買按醬。哎喏，早上3點都紅熱。3點。你就聽一下歌。好，今天有3點誒。第一名。第一名，贏了，讓等一下，攬出嚟一片，我來紹介一下，因為剛才就紹介到啊，呢度係新竹市，新竹市最厲害的城隍廟。新竹城隍廟哈，喺所有台灣城隍廟裏邊一等台的官位哈，它是屬於省級的。長龍沒有，其實長龍賣吃的啊，就
讲完啦吼，跟俺个个用眼呐，霸完。用眼。結果上風廟，睇下上到新竹市區係一定會去上風廟來食下好料呀。體驗啊，對，他就聊下鬼門開喜日後，外國人沒會去觀光。哎呀，你剛才是說國門開嘛？哈，聽起來像鬼門開。咩鬼門啊？鬼門。總共已經呢，哈，去到新竹市去上風廟，啊來到竹東一特別去哪？中榮市場。中榮市場。好，唔該講完按到講後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喙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彩色嘅球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兩喙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廿時就開始咧！好，第一關呢，看到某強嘅卡牌出現呢，就可以給命運與機會啦。來，讓我們分享一下誰故事哈？就千住博哥哦，將出現嘅故事。因為有一班看記得麼？你手度主食菜係米絲木，對。結果咧，個口味手度係麻婆安用格沙咯。哦。結果好似調出來一套非常好嘅料理，一下子剛好當上傳去到，又就按到彩色交流嘅 FB 社團。真的。啊，結果你點啊？結果10萬人啊，超過800個人呐，比我們粉絲專業更多人。對啊，因為按盛極嘅時間啊，所以台鋼是這樣，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。真嘅。想要變網紅趁現在哦，哈哈哈，押韻呢。哎呀，好，我們就來老太太講一下。好，黃色主食菜，香色皮菜，紅色黑鴨嘅口味。然後我們要來決定哪一組先選，好不好？好，剪豆沙挑布嘍，美女的對決，好不好？好，剪豆沙挑布。Yes，好了，我們等下會先排耶哈。你先強色，你先黃色，還先紅色。好了，我選好了。舉棋不定。看到了。看走對了，動往前看一下，每人啊，這黃色嘅卡牌係乜嘅？豆腐包，橙色嘅卡牌，香頭，口味係醬燒。醬爆啦！哦對，醬爆，醬爆。不過醬爆好食咯。好食啦，對啦。杜後吼，今日記得做嘅衫褲係什麼講？我是按用電豆糕咯。好啊，電豆糕。紅色嘅首先哪個負責紅色嘅？橙色嘅首先哪個負責橙色嘅？自家攞去選擇。好，冇看到哈。好來，博謙搶開牌。嘿，鹽蔥。等一下，中央市場有夠了嗎？真的嗎？哦，不可能。看我的9點記。蘆筍，讚。蘆筍阿哥，馬嘎米頭。梅子。好吃。好吃，還可以，不錯，搭配不錯。提醒一下大家，等一下做這種填數碼60秒。好。韓國做體育後記得上傳到 FB。來，現在我們看那風吹啊，姐姐都準備好些，應援團都到現場了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我感覺下男子的鴉片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，整個飛揚了哈。所以說我們是主區的。氣勢哦，顯到佢喊出來了哈。安陽會發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大家都看一下，這熟身體有熟痛㗎。又僵呢，係啊。我剛剛不是說猜到他職業了哈？係啊。你平常是係烤軟蔥嘅係啊？中央市場。中央市場買軟蔥嘅。現場當好是冇配機哦，早一枚啊，所以爆料速度還卡到。米允今天走比較低調路線。對。你怎麼沒有畫眼影？啊，有。準備忙。喺嚟嗰43歲啊！真啦，可以啦，喺上誒。那大家分享一下，醬爆會煮嗎？醬爆係啊，應該小點點啊。用乜嘢爆？用麵包，用肉筍頭麵包。係啊。哇！阿姐，你冇是款手哦？我係款師傅啊。哇！手心貼手心。香港嘅姐姐，你喺條路係做乜嘅啊？我條路係廚師啊，做廚師誒。係。因為那春雨千府嘅是裡頭嘛，我們是一個合家觀賞的綜合料理。我會感覺你客家吼，我睇下做得當可以先手咧。你都可以買乜嘅菜色？我買客家菜。哇！那根本唔是比的呀，應該是50的呀。你加上嘅3千元用嚟食啦。
3000有奖啊。金3000奖金没3000奖金的奖金，你喜欢选3000有了奖金是。送3000多。哎呀，可以改一下，我再改好，坦白一下，一挑啊一。条上线。哦， 3层肉改3000，啊，啊，你要水滚哦。水果还糖呛出来，一糖呛出来来溜起来。等一下给我都转来哦。好，哈，走的，谢谢。好，首先阿哥，那先变个香肠，阿哥你做嘛个冇线法度喏？鬼下这样的斜接。哦，衣服今天是定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件啊没有。你们的情侣装啊？是我的表演服装了。哦，我们业余有这个戏剧在唱歌了。问一下，我们刚刚手刀系某一节的梅子口味，对，用办了一种咯。这先芦笋，先炒，炒完以后，我们就跟这个梅子一起放下去炒。哦，香肠的原味，韩国俩。芦笋的清甜的、酸酸的、带酸的，我看到那个主厨在皱眉头，我不晓得讲了，超看唔错啊！他是不是看过安酱啊？哎呀，那可能冻酱啊，哎呀。好了，我们等下再多转来好不好？我们那边要帮忙。好，来，来，哦，还有跳起来哦，求救！来，通关密语留上强下讲，出事帮帮我，预备备起。厨师帮帮我！好，我先马上啊，我个先俩做个阿兵哥衫咪好咧。阿兵哥阿兵哥也要抓。那他是做阿兵哥的。好，阿兵哥衫，对，我俩你头皮没见过？我是苗见啊，求救，另外一锅，啊，你有见过吗？俩？哎，俩没见过。刚刚夹到佛冠那个，好啊。啊，你有现在煎还是调该酱？煎好酱来调，我先不用去。所以应该都煎头皮啊。我还有时间啊。会不会大材小用？你还去煎头皮？要煎头皮啊。好哦，照你的做。头皮的讲最难。继续抢开始。好。有。你要起身到贵片的时间时落去煎，因为你要一点点唔好煎啊，系啊，忙切手先煎呢。煎好的时阵切多时好咧，系啊，系啊，让佢酱啊。刚刚要学到咧。你啊变红豆白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一台片是，师傅很会啊。刚刚太甜了咧，太美了。从这一事就会讲哦，你要麻烦的事情不你做。哦，像了酱爆油啊，你摸下去啊。两个上最尾下酱掉，摸下去嘛。哦，全部不用去下去哈。你要是放去煎到要炒炒时候，哦，拿酱爆哈。酱爆。有通过嘛？有，全部好嘞。哦，酱爆，甜面酱。甜面酱，倒水。是，还带调油，还有多酸的啊？哦，还没把葱，调油，汤很贵啊，葱、米酒，也是要浓的，米酒一点，汤，红过来，红过，炒，2片半去炒，2片半去放，很贵。我来多酸，水。2选1，随便都可以，都这么可爱。去场外抓一个了。该丰盛了，小鲜肉，红色。是小鲜肉。你是猪脑肉。香板年糕，然后让你最爱嘅人亲呀，要你一口我一口。今天单身的有吗？有，今天单身。少一點湯，行過來，行過，炒，2片半去炒，2片半去放，我來倒上水，你睇好些水醬醬哦，你水能變過一手嘞哈。高半斤，恭喜你得到一個湯匙，謝謝。那個最好用。哎，對。趕快，我們再轉油。加油，這個最難。繼續加油來，加油，你加油加。繼續加油。加油。加油放水。放水。我沒有放水，都是公平的。啊，不是，我放這一瓶水。不用你要管水啦，哈，兩個不會調味啊。都用。你要切米頭看啊。我剪過長一些的，因為一直翻呐。像你啊，用清空，係唔係做啲直接油落去鋪下加咯？因為
刚开始的时阵冇准备油锅，所以用煎的袂多。用煎你看，你按台地，然后切到按色地煎，当然咪系切好台地煎的，佢也切面，佢要该当酒豉。俺晓得，有吼。师傅冇强样，冇强用，基本做阿斌哥会散啊。阿斌师傅要哭了。没了，还有了哈。加油！哦，他又没卡起来嘞。梁山强下讲了通关密语，预备备起。厨师，请帮忙。天数啊，2选1，随便都可以，都这么可爱。去场外抓一个啦。该风送了，该小鲜肉，红色。是小鲜肉。你是猪脑肉。好了，两位师傅了，蓝色的好了。好，来，阿斌哥抢球杯。厨师组徐姐总得听筒哦，听筒哦哈。看一下，我们在听筒。我先看一下哈。等下咯。那个比较大，应该打到皮啊，魔鬼打呀。好，要慢切好。好。那开始哦。抢开始。好，冲头哈，切掉冲头。我们是梅汁嘛，对，炒哈。因为散红东西一定会太炒，所以应该散葱一点会炒过。梅汁要炒一下。梅牛会炒过啦哈。嘿，你看梅汁。等下芦笋下去啊，梅汁，好，然后调味料并下去，样样哈。梅汁还会挑过梅吗？梅汁会挑梅。我那算是通系吗？哦，胡椒粉啊，现在胡椒粉梅香梅。有蒜头吗？蒜头有。啊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等下个蒜头并下来，啊，并啲水，帮佢煮一下，煮熟了呀。还有梅水呀。好，梅水。好棒。好，交俾你了啊。走。春下来步骤系咩？就是让它收汁，收成梅汁，就芦笋的梅汁啊。熟啊，去一下梅头啊。没有汁可以自己再做酱汁。好，试一下。它工序简切的哦。去一下梅头有憨吗？哈，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倒数哦。好，加油。好，现场马上来倒3、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哪铁罐能不开米西卡站的呢？好，两水呢，刚刚除的味食材，变成的料理，先来吃看那红水给了吼。米西条都肚厚，而且它把它切成这种适口大小，懂肚厚，而且有一些烂米，佢有落辣子味，系冇？有点点啊，对，去配色，懂茶饭的哟，因为系酱爆，全部是香啊，风吹那个墙头啊，油条，这豆腐皮啊，没油条啊，这种爽快。那除咗风水有感谢。师傅在承修，因为记得这种就是现炒过，所以吼两头龟头出来食起来非常，不但讲甜甜的，还非常香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我俩下吼，因为就连阿姐吼，她等不及了，再给咱试看，你做来染葱咯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。冇想到烟囱迄个做梅的水口米那个，里面只有冻块皮耶。可能因为加了梅子进去，梅子肉，然后又有炒到那个酱汁啊呢。冇想到人厂所以留个梅子同阿做呢嘛。系呀，唔係單老狗糧就點點。对，本來吃落去吼，香腸是青紅色的，加了梅子哈，哇，絕配。清蒸。走的，有港米啊！那醫生問嘅太廚師嘅手法。因為你用講價做看冇按年利息啦，唔會啊！呢兩隻吼本身是表現到凍好咧，那假使吼等下半季都有加分機會，去到該浮台當跳舞半年看。哦，我跳舞。好，兩下就為了看一下是否用滿了評分哦。齊師傅搶本分數。兩下搶看啊，bingo！師傅搶公平。剛我們本人對其實實踐菜的店吼，是講個蒜頭冇別個香味，還有條像個認蔥啊，就很像我對這個煮個培根
芦笋意大利面恐龙的意思，所以侦查讲甲选挑的先后顺序唔好变多。红灯俺无忘记哦，去甲酱爆挑落档吼，尤其系水母，你都煎甲调皮，又煎到安擦擦，又做到甲酱爆的汁，适度嘟嘟好食。好，两下来谈看一下啊，bingo。在去手法咧对，又把结合起来，味道是一不错。啊，对了后吼，我建议说讲，佢啊，其实我们有讲过嘅，贵地该调味在先煎，那煎到又擦擦的部分哦，是不是好均匀？好像爱用板煎炸，像泡面切切啊，火锅的东西咪当为做个酱料。好，还有这个外酥内软，就做到动作酱料这样子。第一关呢，个个都到1分哦，战况非常的紧张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下呢，睇下先，小可休息下，阿斌师傅又带来好料的咯，到底係乜嘅呢？睇下看下來看啊。師傅出題菜。好，阿準備師傅呢，上一拜帶來一個香蕉巧克力角哦，受到大家大力回響。嘿，今天該不會又需要？甜腻腻的食哦，冇恐龍的感覺。菜名係乜嘅？今日做係鳳梨雞柳炒年糕。哦，韓國式咧？係，就韓式的那種的感覺。好。年糕的部分我了到。寧波嗎？年糕係蔥條形的。哦。韓國是韓式。係蔥條形的，還有咧泡菜、鳳梨，好當季的咧，還有起司絲，好咧韓式的辣椒醬，咧碰湯。好，等下配咧生菜，還有韓國式的咧魚板，好雞肉嘅部分都咧到。雞皮嘛，對，雞皮肉，魚板嘅樣嘅。大家有去過韓國嗎？我當時看過咁樣嘅午飯呢，還就是話落去吐司呢，吐司邊被壓扁哦。係啊，按這樣啊。魚板跟豆皮完全不同。切到輕啊，是咪？先看從鳳梨，我先準備好咧，輕呢產到就咧主食材年糕強咯，一條一條樣嘅。其實兩下吼，盧師傅要愛做嘅，係咩像韓國很有名的路邊小吃，又都有像炒年糕樣嘅。好，我先來開火。韓國的路邊小吃真嘅像韓劇裡面那樣嗎？有，真嘅哦。又係像你看動龍門哦，就是動浪啊，對，下落蟹啊，最近走嚟 Kido 順同路口哦，佢就買這種小吃攤推出來，送出來，然後魚板燒，還有個香板年糕，哇，然後讓你最愛嘅人親愛要你一口我一口。今天單身的有嗎？有，今天單身。所以大家有食過韓式嘅甜年糕嗎？冇食過。誒，雞皮係先切過，上來煎哦。係。我認為係貴地落去煎，上來煎。咁香哦，芒煮好煮安香。係啊，煎的是這樣，愛放一點點胡椒粉。這麼快就香梅了。香梅，肉本身就放有香梅。師傅煎都唔是會油呢，煎都是走出來的咧。你看，你天天有油咧，佢個雞皮本來是有油咧啊。師傅都冇會油呢。所以當用雞皮嘅煙菌喺度。誒，對，善用啊啲食材本來就一些技術樣嘅。雞肉本身係皮嘅油。我印象當中哦，韓國人食豬牛卡豆，他們那種。烤肉都係用三鮮肉烤，鹽巴同會是當好食的，所以也可以改啊，看自家好食嘛個牛。因為一般嗰啲很好，係好中意是雞皮牛，好嫩，係啊。這一味它就是風牛，還有鱘龍魚啊。嗱，佢冇病油咧，冇去凍油咯。雞肉擦擦咧，看到是未熟咧。係啊，嚟醬料。下來韓國式的辣椒醬，韓國式辣椒醬佢好甜，好甜。那它會辣嗎？不有，沒會辣，從係即係從一條做醬包嘅甜面醬感覺。甜面醬係類似。好，本身炒過，即係一面湯，做乜嘅？加碰湯咯。像我哋這個做個韓式炸雞啊，它有一個配方是加蜂蜜，撈個韓式辣醬，焦焦哦。以前嘢應該係為好脆，有蜂蜜嘅關係。蜂蜜唔會脆，香菇，麥芽是脆。麥芽講。麥芽是脆，從我哋這個做烤鴨油啊，麥芽水。蜂蜜是香。這樣子其實就很好吃的。對呀，好。年糕。用你要先脆過嗎？唔是，就退冰就可以直接。直接冰下去。好，邊啲水
所以种的线炒狗长得炒狗不去香，生木会好酱。哦，嘿，水面慢慢倒，好，你注意下，不然个年糕要手工软就做得嘞。水通倒去浸梅汤唔会抓起来。所以其实你唔会冻难哦。唔会冻难。一般。鱼板可以来回卖啊？呢个超市穿有呢，超市冻豆子有都来买嘞。真巧诶。嘿，它就是鱼浆嘛。嘿。上次甲豆腐卡煮了吐出来时节咯，那个他可以用那个辣椒酱，用眼睛视觉来感觉，但是我们自己用办来做嘞。其实哦，那来碰通系辣椒酱，很多2，好碰通是1。啊，2比1。2比1一样。长得像部队锅哎。部队锅没做在用水木上用的啊。哦。哎，气死。天板是软的。天板。干咩天板啊？年糕是天板啊。你啦板啊。他是讲天板。天板。贵语讲讲年糕。天板。啊，师傅，你家下咸菜的同咸菜的，因为你可能还冇按圆，他应该讲要冇按圆，现在是水早变一点点，水甜甜的加，冇100加就同多。就听我老见用紧扁。因为佢个酱熟起来的时间，它天板咪开始。应该酱的，这没会抽火辣咯，可能没抽火辣。会粘着好酱啊，也还多多水去味道吸唔进啊。啊，唐公今日做风车散步，赶紧做的是2盘。散盘。哦，你话凤梨係變下來。韓國就冇攞鳳梨嘅吧？對啊。有推盤呢。已經變了，cheese 變阿姨。cheese 攏去再冇看到，哎嘛係姜嗎？是。快點見啲咧。應該係 cheese 啊。cheese。所以東東因為遲到講 cheese 會灰嘛，其實佢係當好嘅亂拍一個亂煙啊。所以你等下是 cheese 做咧。嚇？你還有啊？越聽我攞見用緊變。因為佢個醬熟起來的時間。它天板咪開始應該醬嘅啫，咪會抽火辣咯，可能咪抽火辣。哦，你話鳳梨係變下來。韓國就冇攞鳳梨嘅吧？對啊。有推盤呢，做乜嘅會上到用鳳梨呢？因為上次有人講，可能咧會凍辣，有時候有時都鳳梨順天咁樣，綜合一下嗰啲梅頭。像那辣醬哦，你有做個鍋燒拌飯的時間，主要用可樂。可樂，撈佢攪攪啊！冇功效。可樂煙煙係乜嘅？半幾下唔會按辣，咪半幾下攪。看，兩兩下可樂。按攪的比例是撈佢上水，按多按是做在咧。可樂。不要太濃稠哎。可樂稀釋哦，按佢變了cheese變下嚟。cheese 攏去再冇看到，哎嘛係姜嗎？是。會是片皮咧。應該係 cheese 啊。cheese。小朋友的最愛。所以會不會太少呢？冇定下หั่嚟加。你等下翕來時間放上面，沒送你當個。哦。哇，這太讚了！按醬。我現在減肥做的是吧？其實做的。全部蛋白質。年糕嘅澱粉啊，挺夠咧。哦，個 cheese 做的啦。cheese 做的。cheese 做的啦。所以東因為遲到講 cheese 會灰嘛，其實佢係當好嘅亂拍一個亂煙呐，還有油脂。所以你等下洗氣死時候咧，哈，挑出來要挑的很，你還有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不是出國豆腐卡咪就會煮韓國料理，完美。哦，換個位置哈。攻手交換，好，攻手交換。螞蟻上樹，螞蟻上樹，完全不一樣，對，不一樣的料理。對。哦，應該是對嘞。來，哦，鳳梨雞柳炒年糕，按鈕就好食咯。阿斌師傅呢，家庭一個料理，帶點你叫我來啲韓國感受一下，睇下來品嘗困難咯。春天嘅菜做啲培點爆點用啊，哦，用個韓式烤肉一樣感覺啊。爆吹那爆，可以去油解膩。米頭條都懂沾的，因為我係很愛吃那種韓式部隊鍋的，就會按牛米頭，而且不會太辣。加幾有落泡菜落去嘛，看它像女生。口感真好，cái年糕ăn QQ，有辣味，有熱皮，真好食。師傅說師傅冇強樣。係啊，佢結本嚟啦。我啲我摸嘢盲睇。盲睇，那時候非常的慢椒噶，
因为可能係啊到底我當講是辣，咁韓國嘅辣吼，真嘅係冇強調，本身係甜嘅之外，咁樣係用鳳梨強下，酸甜啊用，還有幾個酸幾個甜，咩挑出來嘅幾個自然嘅果香，所以我覺得非常好食，非常適合小朋友入手的這種韓式料。小朋友會超愛。這就算禮拜來韓國的旅遊吧。哇，味覺也可以是一個旅程。你看，本台講是日本店哦，他省了幾萬塊機票，你想看？阿斌師傅做了頭出來，是幾個靈魂的啥？幾個鳳梨吼，鳳梨本來是個泡菜，撈個韓式辣醬是都是辣的，啊辣油加個鳳梨酸甜甜，啊有水面是也該年糕有一層不去炒到融化。哦，是種樣味道攏做到地步，當我食。古時候睇時間呢，係個要弄杯式韓式料理嘅時間，車工都險先應用嘅做出來。剛下邊師傅呢就為大家來破解啦。豆腐卡地圖呢都做一做，食材咩都超市都得買得到哦。好，唔該條切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台對戰最背面一關。料理大鬥心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心咯！最背面一關，因為頭前呢又係一比一啦，這種時候等於是比賽剛開始啊！哎，這部比賽就不卡最厲害啊！張開視聽啲，來看下風吹帶來秘密武器啊，係乜嘅？鹹菜乾，鹹菜乾，慢研做誒。我自家做的，你家做的哦。我要跟大家說哦，Andy 雖然自己布卡可以傳糖，不是隨隨便便的。亞布卡傳糖已經可以70年呢，他那家超好吃誒，每次都是超爆多人。所以有你鹹菜乾料理嗎？有啊。鹹菜乾係媽媽傳下來的嗎？媽媽傳下來的錯。唔該。對。要幾多年呢？你差唔多要5年呢。5年以上誒。唔過係媽媽教我嘅書法錯冇？係媽媽教嘅。對。然後講做冬年一定有食過亞布卡嘅料理。錯。係啦。係啊，佢講佢咩冇得名法講唔高興嘛。會生氣哦。這麼快。來，最背面一關菜名係乜嘅？鹹菜乾肉燕。鹹菜乾肉燕，我種肉燕呢？哎呀，老公，我覺得你是放棄減肥吧？我已經放棄很久了，放棄了，你瘦很多。謝。好了，最背面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大家阿妹盡心啦，哈。差。好，來看下南出的阿片哦，該下講吼，風水甲是冇讓，故意在主動因為不大。我們這邊呢，新竹市的人口比較多，這邊壓力又都大，因為大家最厲害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客家武劍，20年的個老皮乾啊，就變武劍啊，武術咧。今年講而從天師來講秘密武器啊，還是想有個秘密武器，聽到個東西漢的哦，呀，真件係我長邊愛哦，變20年，我自家又變19年，算了30年。啊，這件像何首烏咁樣哈，烏色咧，當強哈，當甘甜。所以你係為到比賽，長老李亞館有30年歷史嘅武劍打開來哦。根本你愛那裡何首烏武劍帶來嘅菜名按度，好合賣用。哇，有爛嘴，哦，準備好了，衛生局要準備哦。最滿意關有信心嗎？哇，過於優秀了，懂精彩咯！咁等一下睇下後會來料理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喲，天貝你一關注係考驗現場能力，唔過真厲害嘅福卡比。對，真嘅。兩片福卡都動厲害。對，而且看起來可以昂嘅有冇？武劍呢？30年呢？哎呀，出聲！跟媽媽可以70年。70年，很好用。不用是嗎？阿姐問一下吼，因為水母一貫吼，真正比係各自家裡最厲害的。對。同埋今日鹹菜乾撈肉仁係最強最厲害嘅哦。因為吼，你鹹菜乾吼，係我哋客家人嘅刻苦嘅精神啊。所以你寫書這些天地阿妹阿用，你就台上阿妹嘛。對。然後這樣看着，你就會做了哦。我吼
做运动员了，爱做活动员咯。你从几多岁开始要听篮球啊？20岁。做小姐时间，对，还开始出去了，做店管用啥嘛？嘿。啊，你就预算老两种收入啊，店嘛，全部你来了老没有？有，我不看第3排做人呢。老字号。对，每人给我酱油。酱油。糖，感谢。调味啊，这是它的那个关键吗？关键跟那个大锅大碗吗？那用台湾用火要二沙很香啊，因为我哋的梅干菜本身嘅個鹹度又夠多，調到嘅放落去，你係便宜款，便宜款，按本機做圓子嘅時間吼，因為比較結實。好，你等下給我都轉來啊哈。真的哈。哎呦，安澎湃哦！這是博謙最愛的部位嗎？對。韓國你阿父哦，係為咗故事哦。乜嘅故事啊？這邊哈，眼面哈，這邊個田園地方哈，都大來大去了，就中午誒，拿來做呀炒午誒，這麼好多嘛，看得唔是好，這樣嚟搞。哦，這個秘密武器下去了。這個這個超好的，1600塊。這個無價，時間呢？時間怎麼用價錢衡量？知道嗎？韓國你係阿妹穿下來啊，你睇到那個來冇老驚咩講？好像時空膠囊哦。所以對你來講哦，是兩部片嘅料理啊，我上到機哈。有香呢，我知道。有啊。來，也係先鋪過嘅哦。鋪過的。所以，大白你上阿妹的時間，你是不是做兩鋪出來？哦，這個是便宜粉係嗎？一個番薯粉。咁變落去會變蚵仔煎嗎？蚵仔煎它就改放便宜粉。這如果加呢？師傅按你講，沒有錯。哦，2種哈。要當特別的料理呢哈。你哋要做埋東西，我控出來呢。所以你豆腐卡就食過兩套菜嗎？有嗎？冇食過。啊，兩套你自家做個鮮呢，是都東湖鮮。哦。去拿水壺出來。水壺那邊來哈。啊，那邊在整理頭髮嗎？咁變落去會變蚵仔煎嗎？蚵仔煎它就改放便宜粉，要當特別的料理呢哈。你哋要做埋東西，我控出來呢。蚵仔煎，你係咪倒在本地嘅蚵啊？綿綿啊？滷味。看你肉啊，咪先滷咧哈。先滷埋。太白粉，韓國調油湯。肉等下用半斤表下去。等下熟的話就做得漂亮。哦。非常期待，因為咩呢？我參雜你嘅國民嘅想法，因為你係天堂嘅阿妹，味道嘅香呀，這是重點。好不好？哦，好，等下我媽媽在看哦。哇，師傅來了！哎呀，太快了！忙哦，兩忙煮熟呢，清勁種哦，兩梅乾獅子頭。你媽媽是不是煮肉圓湯？哦，係啦。嘿，煮不熟，我都用個梅花肉，啊，有肥有瘦。今日幾條溫柔誒，叻這位木米啊！我炒係木米啊，擺飾。擺盤，啊，你係要熟嘅嗎？要當燙過誒。哦。全部用鹽水燙過，穿燙過。要會三片冇？啊？你冇係要加便宜盤啊？對。好錯。剛剛調味冇？勾芡，愛調嗎？啊，勾芡。嘿。其實應該煮湯未凍好啲嘛。你講講你湯未凍好先，好先我哋今日係要做菜，所以我是來擺到菜嘅牽手咧。啊，你湯你自家愛做個鮮呢，是都凍好先。去拿水壺出來。水壺那邊來哈。水壺。啊，那邊在整理頭髮嗎？剛才有做乜嘅東西？你係我哋啲龍鬚菜穿燙過有時得咧哈。啊，做乜嘅會先用香煎掛菜撈韭菜啊？因為啊哈，叫聽呢啊。聽呢就係做條子筍啊，所以佢講你講誒子筍鰻湯啊，安尼幾時啊樣嘅啦？師傅這加分呐！應該擺個韭菜花，個挑人菜，然後開花嗬。然後我哋佢嚟本地調我哋點解嘅子筍？調起來，子筍調起來打係冇？他在創作，他現在在作畫，哎呀，差唔多誒。剛剛我示範呢，哈。擺盤呐。誒，跟糖調起來哦，哈。
哇！原來係咁樣啊！所以呢豆腐蝦要食過兩套菜嗎？有嗎？冇食過，冇食過。鐵白粽。胆槍係為了呀，總要芥末。這個別係紫蘇梅，紫蘇這是梅子。希望做的紫筍饅頭。寓意的，有嘿，冇錯。阿妹講法，全部料放落去煮哈。香菜誒，香菜，切青菜，切青菜。佢做咩喺乜嘅？多魚湯。佢乜嘅？咁記啊？枸杞啦，哦，拜不你看那。要不要煮湯啊？好，天堂阿妹的款，潤蟲。好，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倒數了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杯麵館咯，那部卡卡站掉咯。最杯麵館呢，剛剛都嘅料理嘅過程當中，睇起來就有發現到哦，不管故事也好，煮嘅技巧也好，兩組都十分的厲害。先來試試看下紅翠嘅料理，來咯。哦，你那個台式哈，有點看不起我的嘴巴哦。哦，哎，動法順呢，它是滑進我嘴巴裏的。然後自己滑進去了，是不是？因為給它最杯麵有甜醬啦，不錯呢，等於是讓這個牛眼呢，都不都做一層。這個滑順的外衣，對，食落去呢，還較軟嫩啊呢。對對，還嫩還滑它好食的。咁我感覺白天都人家撲出來哈，動感。對，該口齒留香啊，嘴裡面還有重感嘛。真嘅，食落去幾下加粉都，都掉起來哈。哎呀，掉起來咧。加翻唔可以講係鹹飯汁，唔可以講你係客家菜呢。用眼哦，圓圓的，等一下，圓圓滾滾。啊，從愛都市強人，咩啊？其實我記得做兩套菜哈，個地位都後背啦，又非常多的寓意。但係跟他講啊，冉冉慢慢啊，還有地位都比較動都豆子豆筍啊等等。但我覺得最重要係因為記得有鹹菜乾哦，前面就帶出個這個甜味，它就動到客家媽媽穿下來的進情，我覺得有吃到那樣子的精神。我兩下這個完全藍翠的鴉片的哦，好漂亮哦。那你先講，雖然哈記得改下。做嘅歌唱動作，圍繞到唔了解，不過你食落去時間就會知道講，呢啲攞所有客家嘅動作哦，最香、最貼切、最代表性嘅東西加落去，超級好吃。大家個戲真啊嗬，東港面而家條線下邊有壁刀，老一輩有壁刀，你講來本塊食嘅話，其實咩東上顏色，有媽媽嘅米頭啊呢？呀，將來啲顏色嘅變啊，磨磨渣渣香香啊，把該東西都參香下，結果有五味香味啊，還有下面嘅香味又出來，啊有個梅子嘅味道又提起來，就是我們糖醋嘅感覺哦，這個做起來這個還蠻有特色的，很不錯。有特色，米雲記怎樣辦？幾條布當好食啊？唔好食布嘅係冇？係當粽啊，布嘅叫先泡糕嘅。其實東河胡嘅泡糕也好，它會有一個芋香味，韓國嘅柑橘啊，還有地北度嘅梅啊，酸甜嘅口感，就是就算你食下豆哦，都唔會難改。對對，把所有的客家的所有的配料哈，全部都放落去啊。客家大集合。客家大集合，感到幸福，有冇得獎冇重要，但是反映眼美嘅心情，然後。哇，首先睇過，掹結束啦，你攞啲動作係特種嘅感應咧，冇眼要彈得出咯嗬，因為你一種彩色動作嗬，要動到啊，就像阿妹對佢嘅愛強融，永遠是吃不完，然後永遠是滿滿的攬出來個愛，到底師傅感受到呢？大家來看佢哋嘅評分哦。緊張嘅時間要到了，我們隊長已經沒有辦法拉票了哈，師傅搞本意得嘞，7師傅搶本輸。啊，公平一分。唔怕，聊下情況啊，邊個？哇，風水上咧！其實不搶公平。真緊同東南片的一點是政策講吼，紅隊你韓白做一做該梅乾菜的時間樣，你梅乾菜做咧浸過水後，撈去炒過然後去做加醃呢，因為你兩擺係用加醃呢係用煮的，
那都是用泡的时间是不会，还有跟梅干菜的木头是正常用哦，所以整体上可能是冻。你的时间唔啦，用泡用水都会比较成型啦。很棒，那只是小小建议啊。对，冻好。小小建议。啊，我本难得去冻大松一点是讲吼，甲安冻眼的甲附近有啊，其实你没有发挥到冻好，你从甲附近从安冻先做浸油啊，等甲附近的梅头出来，浸甲附近的水哦，平一分落去，锅是有甲附近的味。还有一点是讲，从咱做甲五二版，平一分，然后甲地瓜粉，其实是俺对伫做蚵仔煎的梅头，本佢成型以后，然后阿个弄泡的，阿个弄煎的，梅头一定会好好。嘿，是吗？好，你来谈看一下边个嘅建议。最主要嚟看下你今年秘密武器，第一边在梅头可以呈现出来，但虽然讲做加强的是刚好生意超过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一路边就附近本冻碰牌的东西的梅头捡过去咧，冇说讲，伊老该分啊，老料啊，全处理好搅的这，爱做像煎饼，吼从煎饼样嘢是，哎，佢梅头很好会提升起来，层次会很好冻样。不过因为咩什么师傅的指头，因为确实吼，结果讲老佢加工一系列化，佢完整度会较高完呢。好，比赛已经出来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真欢喜，比赛成绩已經出來嘅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之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彩金。恭喜！恭喜哦，恭喜！來，各位觀眾朋友，5年以來第一屆安泰嘅服務安到，真的，大容量铸造太晶岩不粘鍋。你阿估差唔多2000元半嘅品質都做得咯，做得很爽咧。那個有鍋蓋嗎？有，要改咗啦，因為挺大嘅。有鍋蓋啦，哈。大電啊，好好哦。現在我們講下馮翠哦，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，老大家好分享一下。對啊，哈，我哋今日嘅一家之主哈，把這個客家人的特色全部是表現出來。哦，我感覺你喺對我客家人的傳承哦。非常的重要，哎，代表我的客家人哈，承蒙了一家之主啦。啊，很會講法哦。美雲姐，你一擺參加心得，俾老太太講一下。今不應該提擺參加，很緊張啦。好，你把我哥請來參加，我哥敢來嗎？好，謝謝。要嗎？可以。真的哈。好的。對了，咁你都練一下哦。好，安子姐。當然冇看到吼，經過5年之後，喺做啲繞場，首先提過來到現場，做啲老大家分享一下參加嘅感想。有冇得獎都冇相關，但你要參加最重要。最大嘅收穫啊，就做到透過食物來孝養阿妹，這是最重要的。對。就你阿姐，今日讓人家老公窮下來，天意擺咧。有冇感想咯？當歡喜，又贏得一個那個大的第3年的面哈，那太雜嘅。而家不看就安泰嘅歌嗎？冇啱冇看到啊。哦，你睇尖叫咪做得咯？哎呀，泡腳啊！做的，這個超過3000塊的價值啦。回憶是最重要。對。其實我做得安樣講哦，吉隆講破哦，大擺帶來嘅節目嘅效果啊，香港對上府嘅榮幸，真的是5年以來的第1名。真嘅，都有心都會參加。當然啦，你咪看到，不管你馮翠啊、藍翠，今日都做出來，特別係最配美館表現時間，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。特項客家菜啊，一定有佢嘅故事，有佢嘅感情咯。故所謂你食客家菜呢，唔係單單是好食唔好食，係食佢背後嘅故事。其實你一下拄好係拄到係母親節啦、阿妹節啦，所以希望所有天下嘅姊妹、老阿妹都做得歡歡樂樂、快快樂樂。我們超祝福大家都身體健康、幸福快樂，一家之主等你來哦！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